被譽為智慧大師嘅林語堂認為，傳統中國文化嘅價值觀係由儒釋道三家所塑造嘅。雖然佢哋有可取之處，但係更有不足嘅地方。主要嘅問題係對人嘅罪性認識不足，總認為可通過教育修養嚟到改造。然而佢相信聖經所講嘅就係人不能自救，必須透過耶穌嘅救贖先能夠得救，先能夠得到新嘅生命。耶穌同其他聖賢相比，就好似太陽同蠟燭一樣。佢話耶穌嘅世界係陽光下嘅世界，我哋都願意走進呢一個嘅世界，沐浴神慈愛威嚴嘅大光，驅逐我哋心靈中嘅霧霾，再做一個智慧同埋豐盛嘅生命。佢對耶穌話：你係我嘅救主，我嘅主。林語堂就係咁樣被宇宙之主耶穌嘅愛所打動，歸回咗上帝嘅懷抱。